弟兄姊妹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独一真神。按照犹太教、基督宗教来说，圣经都是在讲坚持一个唯一的上帝、独一上帝的信仰。这是在教义上、经典上的认知，但在生活上、信仰上要坚持并不是那么的容易。基本上呢，人们总是相信眼见，并且容易受到周遭的人之影响。也因为如此，犹太人才会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敬拜偶像来得罪上帝。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来提醒并且警告以色列人。但是总是有假先知胡乱传递预言，使人离开上帝的道路。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记载了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我上主这样说：听吧，我要对付这般先知，他们彼此引用对方的话，当作我的话来传达。听吧，我要对付这一般先知，他们把自己的话当成我的话。听吧，我要对付这般先知，他们的梦都是骗人的。他们述说了这些梦，以谎言和夸张的话，把我的人民引入歧途。我并没有差派他们，也没有受命给他们，他们对我的子民毫无益处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对我说：耶利米如果我的子民或先知或祭司问你们，上主有什么信息，你要告诉他，你们是上主的重担，你们要摆脱，他要摆脱你们。要是有先知、祭司和我的子民使用上主的重担这句话，我就惩罚他和他全家的人。个人应该问他的朋友、邻居，上主有什么回答，上主说了什么。他们不可再用上主的重担这句话，谁在用，我就把我的信息变成他们的重担。他们已经滥用他们的上帝、上主万军的统帅、永生的上帝的话语了。耶利米你要问那一般先知，上主对你们有什么回答？上主对你们说了什么？要是他们违背我的命令，用上主的重担这句话，你就告诉他们，我一定把他们当作重担提起来，把他们连同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城都从我面前抛出去。我要他们长久蒙羞，永受难忘的羞辱。如果不愿意相信跟随独一的真神，就会成为上帝的重担。这是先知耶利米说的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提到，基督徒不可以相信每一个神明，好像许多人喜欢说自己受到了圣灵的感动，但是却很少有反省、查验这个感动到底是不是来自上帝。经文这样的说道：亲爱的朋友们，对于自称为有圣灵的，你们不要多相信总要查验他们的灵是不是出于上帝，因为已经有许多假先知到处出现了。你们怎么辨认上帝的灵呢？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谁就有从上帝来的灵；谁不公开承认耶稣，谁就没有从上帝来的灵。他所有的
是敌对基督者的灵。你们听过这灵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可是孩子们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而且已经胜过了假先知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灵，比属世界的人里面的灵更有力量。他们讲论世上的事情，世人听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属世的，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。认识上帝的人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人不听从我们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们知道怎么样辨别真理和灵，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。基督徒应当要学习分辨、查验所领受的感动是否真的是出于唯一的上帝，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变成闻鸡起舞，甚至变成说自己的话，自己是那种上帝的角色，说我说的就算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得饶恕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帝定罪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要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筋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所当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要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所有虔诚的人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，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时时的规劝你。不要像女马那么无知，必须要用脚环系头，管束才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要遭受许多的痛苦，信靠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着他。义人啊，要因为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啊，你们都要欢呼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学习分辨、查验每一个感动，仔细思考每一个教导是否是出于独一真神，让我们能够避免自说自话，远离诱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